好啦，继续要来讲三倍券，为7月15开始来领，到即卖已经超过3个月，全台湾有超过2289万人领三倍券，领取率是96%以上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包括三倍券甲其他的部会发放的振兴券，到年底预估会当来带动到超过2000亿的商机。乡亲啊，你的三倍券摕来买啥？是鞋啊、车、3倍券住饭店，也是干那满足囡仔。备好了。为总统到一般的民众拢咧用的三倍券，你敢开了啊？都好玩了。还没。那你知道它使用期限是什么时候吗？我不知道。有人随领随开，有人要咧等时机出手，爱注意有期限哦。三倍券加放券甲客赠券，到今年年底过期就失效，动资券会当用到明年的1月底。看起来应该是比1000亿会多。我个人觉得这个破2000的这个效果应该是有的。全台湾超过2289万人领到三倍券，摕到三倍券，平均每一个民众消费6000块，预估年底会当带动破2000亿的商机。只要守住疫情，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嘛可望领先全球。